大家去台东拢会去这个三仙台对无？对啊，三仙台。不过遮嘛有一个秘密的这个所在，就是伊的后壁。吼，咱来看后一张，因为咱呢，其实到遐呢，拢会用这个无人机来看这个风景是偌水。我就发现讲，其实这个桥的后壁面阁有一个真水的这个风景，大家会使来遮散步，遮阁有一个白色的灯塔。咱会使较放大特写一下。迄是灯塔，我灯塔当作够长呢。这是灯塔。灯塔。听讲这是日本时代所建的，嘛是台湾上东边所有的这个灯塔。对，不过即马就无人咧管啦。所以恁拢捌去过三仙台？三仙台去的阵通常拢做热的嘛，拢做热。袂想要行去到对面。你干来迄桥？你到中午差不多当转去啊。对，你敢捌去过？我感觉我印象有去过。有去过，但是你对这个灯塔有印象无？完全无。完全，真的完全唔知有这个灯塔。所以大家拢知影三仙台这个景点，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是无同的世界。伫咧后壁面，阁是一个新的世界。